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件嘛是发生伫高雄，一个高中的导师，去年的10月去互投诉，对学生不当来管教，除了甲学生骂甲真唔歹听，搁共体罚、拍头壳。家长来反映了后，这个老师敢若放弃一己的身价，都船过水无痕，继续来教册。家长甲学生拢真不满，大家招出来抗议。啊，讲即摆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调查了，要赶紧找出着真相，互学生一个交代。高雄路着这间高中一透早未少人举牌抗议，原来这一切原因拢是因为伊。伫上课的过程，佫会讲一寡歹听话来骂学生。讲话侮辱学生，除了真歹听以外，敢若佫会拍学生的头、体罚一系列无适当的行为。犯错了是吗？然后班同学我就说你点错了，就我要处罚。没有，那说到那么严重这样，至少说没有说你说支持不理。前后将近700位学生拢有相共的经验，未少人佫因为安尼挡袂掉。他们值得更好的老师，他们有权利保护自己。这位姓陈的导师，去年10月被检举，敢若涉嫌不当管教情事，经过调查了后，放弃新界一摆，继续教册。想要到12月，佫涉嫌其他案件，佫一摆启动调查定数。责无旁贷，那一切呢都在调查的进行中。先调整这个老师的职务，也让他的班级的部分也做一些调整。有10几年资历的老师，却因为伊的态度和做法，互优生的学习环境变调。即马相关单位拢介入调查，希望赶紧了解真相，除了要互学生一个交代，莫要避免类似的事件搁发生。